本的消息，日本第7日宣布公要放宽入境相关的限制，因准一天5万人入境，并且取消旅行团、随团人员等等的规定了后，即马又搁有好消息。依照日经新闻的报道，日本政府将采取消这个对境外旅客自由行的限制，并且对包括美国在内部分的国家短期旅客恢复免签。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昨暗嘛讲 ，COVID-19 疫情伫全世界大流行有机会结束。小虎的鸡排叫味素酱，配一撮米饭上合味。或者是穿日本衫，行伫咧街仔路，欣赏古早厝。民众想要去日本耍，等有够久的，即马佮过无偌久，地当去咯。根据日经新闻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伊个真紧地宣布放任入境限制，可能伫咧10月取消境外游客自由行限制，包括美国有个国家短期游客卖恢复免签。虽望日经新闻无说明消息来源，不过早就伫咧11号，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木关胜利特别伫咧电視節目頂講，邊境有機會進一步放零。総数の撤廃、個人旅行、そしてビザ免除、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を一体的にしっかり見直していく。秋、冬、日本の魅力がありますので、これはしっかりやるべきだと思ってます。木關勝利講，邊境放零政策一定會做，冇講到日本秋冬旅遊的規劃。14號，世界衛生組織 WHO 秘書長譚德賽嘛講 ，COVID-19 新增加的病例已經大大減少，全世界疫情大流行有機會結束。Last week, the number of weekly reported deaths from COVID-19 was the lowest since March 2020. We have never been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end the pandemic. We're not there yet, but the end is in sight. 譚德賽講，全世界需要把握這擺機會，若是無，恐驚會面對愈濟變種病毒和破壞，佫有較濟無確定性。民眾嘛攏佇咧期待，許疫情限制日子會當見煞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務。第一個，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，你按讚了嗎？還有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，趕緊訂閱起來，還要記得按讚，開啟小鈴鐺哦。